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就是从第95页的最后一段呢，就是明了真实之障呢开始做讲述。那最主要呢，就了解到说，如果呢我们在抉择诸法无实之中，如果没有办法善解什么叫做是实有，那还有说呢，就是实质呢，它是如何去支持实有的呢？那我们对于说真实义的这个见解呢，对于空性呢，就是没有办法无误的了知，一定会有过失的。所以呢，就引到入行论说呢。未知所观是必不取彼无。那这边呢，就说心中呢，若未善现其所破事之总相，则必不善缘，则必则必不善缘取彼所破之事无。那这里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呢，我们呢这一段的内容，然后讲说，已是心中若未如实现起所无之实有形象，即由何事空之所破形象，则必不能定解无实与空性也。所以这一段呢，最主要讲述就是说要认明所破。那我们在认明所破的时候呢，虽然说讲的呢是认明所破，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去认识说什么呢叫做第十成立，因为呢第十成立它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所以呢用比较精确的讲法是说呢，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说第十成立之量。如果呢第十是存在的话呢，那它是以怎么样的方式存在呢？那以及说我们的实质呢，在执持第十的时候呢，它是用什么方式呢去执持的？那这个呢才是我们所真的要了解的。虽然说一般我们在讲述呢是了解说认明所破，但是所要认明的呢，就像刚刚所讲述的，你是要了解说第十它如果存在的话呢，是以怎么样的方式呢去存在的。那这是我们上一堂课呢所讲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从第96页的第二行呢开始做解释。那这里有讲到说呢，幼此所破，唯由宗派片剂之实有及略知实之，犹未为足，必须了解无始随俗传来，为宗派变位变心者，共有之具身实之，即彼所知之实有。那就讲到说呢，那我们了解到说有了这个实有，我们了解说我们所要认识的这个实有之后呢，那我们知道说要了解到说，那实质呢它是如何去支持实有的。那我们有讲到说，既然要认识实质的时候呢，那实质它又分为两者，那一个呢就是由宗派呢它所去安立的这一种由宗派经典去安立的这种片剂的实质，以及呢从无始以来呢我们具身就有的这种具身的实质。那这里讲到说，我们所要认明的实质呢，就是要了解到说，实质去如何只取实有的这个实质呢，并不是说宗派呢他们所去安立的这种片剂的实质，并不是讲的是这个。我们最主要认识的实质呢，是从无始以来呢，它能够无始以来就有的，然后我们心绪一直存在的这种具身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呢，才是我们所要去认明的。所以在这边呢，就讲到说，幼此所破呢，唯由宗派片剂之实有及略知实质呢，犹未犹未为主。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我们这里讲到说呢，我们所要了解的实质呢，是具身的这个实质，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了解的实质。因为唯有了解了具身的实质之后呢，它才能够去对治。唯有了解了真正的实质是什么呢？你才能够知道说他所支持的这个我执呢是错误的。那你也唯有知道说他所支持的这个所谓的我呢是错误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呢去做对峙。所以呢，以应成派来说的话呢，他认为说是秩序以下，相信秩序以下呢，他虽然呢也是承许到说像以秩序还有唯识宗来说的话呢，他们两宗呢都是承许说呢有法我执，那法我执所支持的法我。那法我执呢，它也是一个颠倒之。那它所支持的这个法我，以及呢破除了这个法我之后呢，所获得的这个法无我，这些呢都是无论是秩序派呢，或是唯识派呢，他们都是承许的。但是呢，以应成派来说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是以秩序派以下的见解呢，然后透由他们所安立的法我执，然后呢，了解到说他的法我执呢是如何是去支持他们的法我的方式，或者说他们的法我呢是以如何的方式存在呢？他如果法我存在的话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呢？如果说仅了解这个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对峙真正的具身的我执的，因为
以应成派来说呢，无论是唯识宗也好，或是秩序派也好，他们所承许的法我执，或者说他们所认为的这个法我呢，对于应成派来说呢，都仅仅算是宗派呢所去安立的这一种片剂的实质。所以呢，仅仅呢所以他这边才会说呢，片剂之实有，就是唯由宗派片剂之实有，就是透由秩序派以及唯识宗呢，他们所承许的这种片剂的这个实有，透由他们片剂呢去安立的这个法我，以及呢了解这个他们所安立片剂的这个实有的这个实质，所以这个实质并不是真正的应成派所讲的具身的这种实质，它只是略知，它只是大概知道说，因为他知道的并不是我们所要真正去对峙的这个实有，所以他只能说是略知的这个实质，就是它并不是所要真正去破除的这个具身的我执。所以呢，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呢，就是以应成派来说呢，下部中他所安立的所谓的法无我，或者说呢，他所支持的这个实质，或者说他所支持的这个实有呢，都是片剂的，都是宗派去安立的之外呢，它并不是具身的，所以仅仅了这些呢是不足够的。所以这边呢也间接的显示出了说上部中它的见解呢为什么会比下部中呢还要来的深细的缘故。那虽然说呢，我们刚刚解释意识呢是这样去解释的，不过呢，这一点在辩论之上呢，就是会有一些争议，或者说在理路上来说呢，会有一点就是有点过失。因为呢，如果说片剂的这种我执呢，或者说片剂的实质，或是片剂的我执呢，它所支持的这个实有呢，它所支持的实有，要是说对于说我们证的空性呢，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证的空性的话呢，那它呢还是会有过失的。为什么呢？无论说我们所讲的呢，它这个是片剂的也好，或者说呢它是具身也好，那片剂的我执呢，它也是我执。那既然是片剂的，所以我们说到片剂的我执呢，它所支持的这个我，就是它所单着境所支持的这个实有呢，那它也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它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实有。那它既然是实有的话呢，那净除掉这个实有之后，自然而然呢，对于空性呢是能够对于理解空性呢是有所帮助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实有，因为呢它是由一个片剂的我执呢，它是一个片剂我执的单着境的缘故，它既是片剂我执的单着境，就比方说它呢一定是一个实有，不管说它是片剂的或是具身的。那它既然是实有的话呢，那破失它呢，自然而然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去理解到空性。所以呢，这一点呢，在辩论上来说呢，是有点困难的。如果说仅仅是因为说呢，它是因为是具身，它是因为是片剂我执所支持的境的缘故呢，所以没有办法去理解到空性的话呢，那以辩论的理路上来说呢，是有过失的。但是呢，如同在这边就是宗大师他在善显密意书里面所讲到的呢，就是右此所破呢，唯由宗派片剂之实有及略之实质犹未为主。就是以宗大师的这个阐述的方式来说的话呢，就是在秩序派以下呢，他的片剂的我执，他的片剂的我执呢，去认知的这个实质呢，仅仅来说，这个仅是中医去安利片剂的，所以呢，犹未完足，就是说这个是不足够的。以这种方式去解释的话呢，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是如果说完全没有帮助的话呢，那这个呢也是不对的。所以从这边呢就讲到说，唯由宗派片剂之实有及略之实质呢，犹未为主，就是仅仅这个样子呢还是不够的。虽然说它呢会帮助我们去伤害到片剂的我执，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呢去伤害到具身的这个我执，或是具身的实质。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讲述到呢，就是秩序派以下呢，他所认知的这个，无论是第十也好，或者说他所支持第十的这个实质也好呢，那对于上部中来说呢，它不能够算是，呃，它不能够帮助我们呢去对峙到所谓的具身的这个实质，因为呢下部中他们所承许的这个，他们所安立的这个实质呢，我们就算是去除它之后呢，也没有办法伤害到具身的这个实质。
所以这边所讲到的呢，要足够的去伤害的呢，就是我们认明了这个实质之后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所遮扯这个地势之后，它是要能够帮助我们呢去伤害到具身实质的这一种具身的具身的实质的这一种的呢，那这边呢才是这里我们所要认明的这个真正的所破，就是认明它之后，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遮止，就是实质的这一种呢，才是我们这里所要认明的地势。那所以这里所讲的说呢，唯由宗派骗计之实有。那什么叫做宗派的骗计的实有呢？宗派骗计的实有呢，就是我们讲到说，无论我们所讲的像是，萨迦耶见，或者说呢讲是人我执，或是法我执的时候呢，一定都可以把它们分为骗计以及具身的这两者。那什么叫做骗计的呢？那骗计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依靠着一个清教师，或是他依靠的一本论点之后呢，那透由这个论点里面的解释呢，然后他去成立这个观点之后，然后产生了错误的这一种认知呢，这个就是所讲的宗派的骗计。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比如说呢，我依止了一个就是外道的一个邪导师，依止外道的一个导师。那这个外道的邪导师呢，他告诉我呢，就是声音呢应该是常法，所以呢，我由此呢而升起一个执着身是常的这个常执。那或者说呢，我阅读外道的这些论点之后呢，然后相信它里面所讲的内容，所以相信呢，由此而去相信说声音呢是常，然后而升起一个执着呢身是常的这种常执。所以就是透由一个清教师，或是透由一本论点呢，然后由此而升起这种错误的这种执着呢，错误的这种了知的执着呢，就是这边所讲的宗派的骗计的实质。那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到了说骗计的意思是什么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再讲说具身的，就比如说呢，在没有人呢告诉我之前呢，没有任何人告诉我的时候呢，那我自己呢自然会去支持呢，就是声音呢是常，或者说某个东西呢，我觉得它应该不会变化，它就是常法的这种执着呢，那这种呢就是具身的，就是没有任何人告诉你呢，那你自己呢都会升起说这个呢它应该是常的，它呢不会改变的这种。那所以呢，这边就区分出了具身呢以及片剂的差别。那特别是这里讲到说呢，幼时所破唯由宗派片剂，为什么会讲到说唯由的意思呢？唯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升起这样子的实质，或者说对于这样子的实有的这种了解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唯由宗派的意思，就是一定是为什么会讲到宗派呢？唯有宗派就是你会有这个宗派，你要么就是遇到这个宗派的一个亲教师、一个导师，或是呢遇到这个认知到了这个宗派的这个论点之后呢，你才会升起这样子的见解。所以透由呢，无论是导师也好，或者说呢他们的经论呢，由此而生起来的这种见解呢，错误的见解呢，那这边所讲的透由这一种亲教师。亲教师、导师，或者说他们的经论所产生错误的这种见解，就是这里所讲的宗派的骗计的实有，或者说呢，因此而产生的这种实质。那刚刚讲的是以常值来代表，那无论说是常值也好，实质也好，或者说我值也好呢，都是一样的。所以透由宗派的见解呢，就是透由清教师或者说他们的论点所产生的这种骗计的这种错误的这种了知，然后以及由此升起的这种执着呢，那这个呢是不足够的。为什么是不足够的呢？因为光透由这个样子呢是没有办法对我们的具身的我执能够产生伤害的。所以讲到唯由宗派骗计之实有及略之实质，犹未为主，必须了解无始随逐传来，为宗派变位变心者，共有之具身实质，及彼所执之实有。那我们一直在讲到说呢，唯由宗派骗计，那这边呢是翻成唯由，那在藏文的原意呢，还有指说遇到宗派，或者说接触到宗派，那就像讲的，你遇到或是接触到宗派的时候呢，你要么就是遇到他们的导师，某个宗派的导师，或者说他的亲教师，或是这个宗派的一个论点，或是他的见解，那或者说你接触到，所以假如说唯有宗派骗计之实有，就是你一定要遇到跟接触到，所以这边呢就显示出了说，他跟我们无始以来就叫必须了解无始随逐禅了。那你既然是遇到或是接触到呢，就表示说你透由遇到或是接触到所产生的这个呢，它必定不是呢是无始以来呢就跟着我们而有的，并不是无始随逐传来的。所以呢，
当我们今生呢遇到了这些宗义上的这些见解的时候，一定是今世会遇到某个宗派的见解，或是某个宗派的亲教师的时候，然后才会产生这种宗派的这个见解。但是这种宗派的骗记呢，只有今生而已。等到我来世来的时候呢，我已经忘记了我上世到底遇到了什么样，所以这种骗记的这种执着呢，到来世的时候呢就不见了。那当然说来世你可能会遇到其他的，但是这一世所产生的这种宗派的这种骗界的实质呢，就消失了。所以这边才讲到说呢，为什么透由宗派所了解的呢，是由位为主，必须了解无始随逐传来，为宗派变位变心者共有之具身实质及彼所执之实有。为宗派变位变心者，就是说你是否呢加入了这个宗派的意思，你是否已经变成这个宗派的宗义。未变心者呢，就是无始以来的这种。那变呢，就是你已经变得跟这个宗派呢一样的这种见解。所以就是说，你是否呢已经是否成为这个宗派的见解的这种叫做变位变心者。那所以呢，这种无论具身所流传传来的这种实质呢，无论说你有加入某个宗派也好，或者说你的见解是某个宗义也好，或是不管你有这个宗义，或是你有没有这个宗义呢，那一定呢，我们的内心呢，一定都会有这种具身的实质。然后呢，既然有这个具身实质的缘故呢，那就会有这个具身的实质呢，它所执持的实有。所以这边就讲述到说，我们所要认识的呢，是具身的实质呢，自身的实质呢，它所执持的这个实有呢，到底是什么样子，以及呢，我们具身的实质呢，它所执持的这个实有呢，它如果存在的话呢，它是用一个怎样的存在的方式呢？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所要去认知的。那所以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若未能解此，则虽以正理呢破其所破，然于无始随逐传来之实质呢，全无所损。那这里呢，就讲述到说呢，如果呢我们若未能解此，那这个此呢，就是讲到说呢，就是无始以来随逐传来的这个具身的实质，及彼呢所执的这个实有，还有这个具身实质呢，它所支持的这个实有呢，我们如果对这个不了解的话呢，则虽以正理呢破其所破。那虽然说呢，我们呢就是有学习到一些理路，就是了解到说，哦，像是离异的正因，或者说像是履起正因呢，假如说，哦，此非第十，以什么什么故，此非第十，以什么什么故。虽然说我们安利了很多的理路呢，虽然说以正理呢破其所破，去破除呢就是实质它所支持的这个实有呢，虽然说破其了这个所破，去破除这个实有呢。然于无始随逐传来之实质呢，全无所损。虽然是这个样子呢，但是它对于我们具身而来的这个实质呢，是没有办法做于任何的损害的。那既然如果没有办法做成任何损害的话呢，那我们现在的做的这些努力呢，就变成说没有什么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去对峙这些实质？为什么要去了解？为什么要去了解实有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去对峙实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说，我想从轮回里面脱离出来。我为了脱离轮回呢，所以我才去认识所谓的实质。如果我觉得还是认识所谓的实有，实有如果存在的话呢，它应该是怎么样的存在的方式？那执持这个实有的实质呢，它是如何去执持这个实有？这才是我所要认明的。但是你没有认明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仅仅是认识一个宗义所去安利的这个时候，那他就没有办法对于你去为了脱离轮回而去需要真正去对峙到具身的我执的时候呢，他就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他就变得说有点白费功夫，因为他没有办法给予最强大的这个能力呢，去对峙实质。所以呢，在这个呢，就是在我们中文版的后面呢，是讲说，然于无始随逐传来之实质呢，全无所损。那在它的后面呢，就是藏文版呢，还有加一句呢，就是此意遗失，就是丧失此意的意思。就是此意呢，就是所讲的，就是我们这边为什么要去观修，要去了解到说呢，去认明所破。然后为什么呢？要去对峙实质呢？我们做这个最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从轮回里面呢脱离出来。所以此意呢，其实就是我们为此呢而去
为了脱离轮回呢而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对知到具身的物质、具身的实质的时候呢，那我们想要脱离轮回的这个意义呢，它就丧失了。所以讲到说此意遗失，上文呢有这一句话。那在这里呢就讲到说，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呢，我们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呢，其实分为两种。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这里呢所要对治的呢是轮回的根本，因为这边讲的此意呢，就是我想要脱离轮回。那我要脱离轮回呢，获得解脱的话呢，我一定要对轮回的根本呢，也就是无明我执呢，做正对治。所以所要做的呢，是对于说根本的这个我执呢，轮回的根本呢，我执呢，然后来做对治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脱离轮回。那从这边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呢，其实有两种方式呢来对治烦恼。那一个呢，就是透由了知，就是实有是什么，然后了知实有之后呢，然后进而去对治执实实有的这个实质。那这个呢是对于说烦恼的正对治。那另外一种就是透由我们的静虑正行等治呢，然后来对烦恼呢做对治。那这种对治的方式呢，我们讲到说就是观察粗细。观察出象或是极境上的方式呢来做对治。那这种对治烦恼的方式呢，它就仅仅呢是只能对治欲界以下就是初分的这种烦恼。因为呢，它这种对治的方式呢，为什么说它是观察初相跟细相呢？它的初相呢，指的就是说下界天，以色界天来说呢，欲界天的这些呢，就是属于初相，所以去观察就是欲界天的这些过失，然后呢，去看上界天的这种功德之后呢，就是上界天的这种极境相之后呢，然后由此而生起一个希求上界天，然后去修习禅定的这种方式。那这种对治烦恼的方式呢，它只能够对治现行的烦恼，它没有办法对于说烦恼的根本呢有所危害。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如果我们想要脱离轮回，那我们就只能呢对治于就是透由正的空性的这个道理呢，去对治和正的空性的智慧呢是正相违的这个我执呢，唯有对它能够做到真正的伤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轮回里面呢真正的脱离出来。那接下来呢，就要讲到说呢，又应先解自身之实质，次当善之以诸正理，直接间接破除彼境之理。以若为作向外转之魄力，则利益甚为也。那最后这一段呢，所讲述的呢，也可以说是宗喀巴大师呢给予我们的教诫，就是说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一开始呢，应该以自己呢，就是自身的这个实质，自己心绪里面的实质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自己要先认明它之后呢，然后呢，才去理解其他的，而不是一开始呢，就从别人的身上呢去看说，哦，这个人身上的实质呢是什么样子，这样子呢，并没有太大的利益。所以在这个明了真实意之藏里面呢，它最主要呢就是告诉我们的三个内容。那第一个内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呢要去认识所迫。为什么要认明所迫呢？因为我们在抉择诸法呢无地时的时候呢，如果不了解呢所谓的实有，就是实有呢，它是实有如果存在的话呢，它是怎么样是存在的？那这个实有呢，执持实有的这个实质呢，它又是怎么样去执持实质的呢？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一点呢，要是没有办法理解，就对于所迫呢，如果没有办法清楚了知的话呢，那我们所理解到的空性呢，也会有过失。所以这边呢，就引入行论来讲到说呢，未知所观是必不取彼物。那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就讲到说，那既然我们了解到说，我要认明实质，然后我要认明实有，而且要知道说实质呢，它是如何去指取实有的时候呢，那就讲到说，实质它又分为片剂的实质以及具身的实质。那就讲到说呢，我们如果仅仅是了知到了片剂的这个实质的话呢，是不足够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伤害，就是我们无始以来传来的这个具身的这个实质。所以呢，我们这里所要了解到的呢，就是要了解到具身的这个实质呢，它所指使的实有呢，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成立方式？那具身的实质呢，它到底呢是如何呢去指使实有的？那唯有了解这一点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呢，真正对于说具身所传来的这个实质呢，才能够对它呢有所损害。
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这里所讲的。那既然说每个人的心绪之中呢都有遍计实质，那我们要先去理解谁的遍计实质呢？那就样说，我们要先了解自己心绪里面的实质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相状？我们的实质它到底是如何去支持实有的？我心绪中的实质呢，所支持的实有呢，如果存在的话呢，那这个实有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方式？先必须从内心呢去了解到自己心绪的实有之后呢，那这样子呢，对我们来说帮助才是最大的。如果只去观察别人说哦，别人心绪的实质是怎样，他是怎么去支持实有的呢？那这样子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利益呢并没有很大。所以这是这个科判呢告诉我们的三个重点。所以呢，这个科判的内容呢，如果我们举一个譬喻来说的话呢，就是以我们世间的一般讲话的方式来说呢，就是有人呢希望说我们去帮忙，那我要去帮忙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呢，我先要认知到说我帮忙的对象呢是一个怎样的对象，我帮的这个人呢，他到底呢是不是一个值得帮忙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好人，或者说呢，他是否呢就是真的需要帮忙的，他是一个穷人，或者说他真的是有需要帮忙的这个人呢，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到。那这个呢，就如同第一个所讲到的，就是要认明所迫，就像陆行论所讲的呢，未知所观是必不取彼无。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认明呢，这个是否是我要帮忙的对象的时候呢，那有时候呢，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它也不一定会是正确的。所以一开始呢，就是假如说呢，我们要先去帮忙。那第二个呢，就是提到说，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人要帮忙之后呢，那我该如何去帮忙他呢？那第二个就是要去了解到说我怎么去帮助他，他的困难呢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现前呢遇到最大的困难，目前最急需呢需要我帮助的呢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呢也是这个第二段呢所讲到的内容。那第三个呢就是我去帮助他的时候呢，如果说在这之前呢，我完全不晓得他的处境，只是透由别人跟我说呢，他需要帮忙，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如果说我真的去看到他的这种处境呢，他的这种艰困的，他的这种需要帮忙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呢，那看到的时候呢，我的心力一定会提得更强大，然后升起更强的心呢去帮助他。那就如同这里第三个所讲到的呢，就是我们要先了解自己本身心绪中的实质呢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了解了自己心绪中的实质之后呢，就要透由各种的正理呢，我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呢，然后来破除我的实质所支持的这个实有的境，就透由这一种方式。那唯有这个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去对峙到所谓的轮回的根本，也就是我执。因为你唯有先去对峙自己心绪里面的烦恼之后呢，你对峙它之后，你才知道说，对峙了我执之后，可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让我心绪里面的贪嗔等所有一切的烦恼呢，因为对峙了我执的缘故，所以这些贪嗔烦恼它慢慢的减少。那这样对我们来说呢，才是具有最大的利益。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呢，我只是看别人心绪里面的烦恼，然后呢，完全呢不去看自己烦恼的过失，然后只是看说呢，哦，这个人的心绪呢具有我执有实执，然后他因为这个实执缘故呢，所以他产生了这样的烦恼，那样的烦恼的话，那说实话呢，对于我自己去调服我心绪的这些烦恼呢，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才讲到说呢，为什么呢要去对治我执？那为什么把法我执呢称之为轮回的根本的缘故呢？就是于此。所以最后一段呢，就是中科巴大师呢给予我们的教诫。那这个呢，就如同说我们在讲述说烦恼过失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我们不讲说自己的经验，然后或者说不去思维自己呢升起烦恼的这种过失的时候呢，那只去讲说经典里面所陈述的，那当然说经论里面所陈述的呢，它是服顺于事实的这种状况，但是呢，它对于我自己呢，就是切身去理会这样子的过失呢，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呢，如果说呢，我们在想是烦恼的过失的时候呢，想到自己心绪里面这个烦恼会产生什么样的过失呢，会更有感受。就比如说以嗔心来说，我去想述嗔心呢会带来什么样的过失的时候呢，然后就会发现说呢，我只要升起强烈的嗔心的时候呢，就是生气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我会感到头晕。那乃至于说在生气的时候呢，我会口不择言，然后呢乱骂人，或者说呢由此呢而动手。但是呢，等到我的心绪里面的这个嗔心消失之后呢，我自然而然的会感到后悔，会觉得说啊，我刚刚要是不要讲这样的话就好了。我刚刚呢要是不要伸手去打他的话呢，
而然内心会产生这种惭愧。所以透由这种方式呢，去观察烦恼的过失的时候呢，比我们只去看说经论里面陈述的烦恼的过失，或是透由别人口中呢讲述烦恼过失的时候呢，去想述自己升起烦恼的时候具备怎样的过患呢？这种方式呢，是对我们来说是利益是最大的。那就如同呢，你们要我说呢，就是喝酒之后呢会产生怎样的过患？喝酒之后呢，就是喝醉之后会变得怎样？那这个对我来说呢是没有办法分享的经验，就是因为平常呢我们不喝酒，那假使呢在会供的时候呢有供酒呢，那也仅仅呢就是喝个就是1-2滴这样子，所以要去讲述说喝酒之后呢，它会产生就是呃酒醉啊，会怎样会怎样过患，这种我们就讲不出来，我们只能说哦，经论里面呢有如是说如是说之外的，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升起很强的体会，所以就是如同像是这个样子。那刚刚呢就是讲述到说呢，所以对于三毒的经验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有的。所以透由自己心绪里面呢，去思维到说三毒升起的时候呢，具备怎样的过患，然后呢再去阅读经典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和经典所讲述的都是一样的。那这样子呢，我们内心呢就更容易对于说烦恼的过患呢，我们更容易呢就是升起这种感受，然后也更能够去帮助我们想要去升起对治烦恼的这种心。所以呢，这个是一样的，就是透由自己的感受呢，然后去思维之后呢，那对我们去修习任何法呢，都会变得更为的有利。那这边呢，就是有问题说，如果是要以余切限量呢，就是证得无我的话呢，那是要先证得法无我还是人无我呢？那这个呢，最主要是讲到说，就是证得无我的一个次第。那我们一般呢，在讲说升起我执的时候呢，是先升起法我执之后呢，然后透由法我执而升起人我执。但是呢，在证得无我的时候呢，是证得无我的两种无我的次第呢，是先证得人无我之后呢，再去证得法无我。那在证得法无我的时候呢，又有分为，就是说像是在运体上面去证得法无我，还有说透由外在的这些事物呢去证得法无我。那总之呢，就是一般在讲述就是证得无我的时候呢，有讲述到说证得无我的次第。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呢？就是人无我呢是比较容易证得，那法无我呢会比较难以证得呢？那最主要呢也是在于说所迫之上，因为呢我们要在补特伽罗呢，就是在自己心绪之上呢去认明所迫呢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要在运体呢或者说其他外在的事物之上呢去认明所迫呢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呢我们在认知人无我的，我们要了解就是我的这个我是第十的这一点的时候呢，就是人我执的时候呢，我们在心绪里面升起来，因为它会现行，所以当我们心绪中的人无我现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心里面呢再分一分出来呢，再分一分正知呢去观察说这个人无我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况，那这个这个人我执呢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它是如何升起的？那它所支持的这个所迫的这个有我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我们比较能够去观察的。但是对于说法无我来说，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瓶子或是看到柱子的时候呢，你要升起一个就是这个是第十成立的这种执着的这种状态，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对于观察自己来说呢，会比较容易。所以因为呢，就是人我执呢，它比较容易现行的缘故，那透由人我执现行之后呢，然后去观察说它所支持的这个有我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容易。那因为呢，它比较容易现行的缘故，所以我们比较更容易去观察，所以才会说呢，在以所迫上来说呢，人我执的这个所迫呢，我们会比较容易呢去破除它。那法我执所支持的这个所迫呢，我们比较难以去认明它，所以是从所迫之上呢去说，人无我呢是比较容易证得的。那因为人我比较容易证的缘故呢，那自然呢就是支持人无我的这个现前呢智慧也好，或是一些现前，它自然会比较容易升起。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我们要去思维就是心绪里面的贪心呢，还有嗔心。为什么呢？因为贪心和嗔心呢，我们知道说会变烦恼，它最后变成贪跟嗔呢，最主要呢都是因为说我们对于境呢，然后产生争议之后呢，最后变成了贪或是嗔。那贪的境界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乐意境，或者说可爱境，或者说我们所讲的就是
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亲人也好，亲朋好友，或者说我喜欢的东西也好，那不愿意境呢，就是我把它列为就是敌人，敌人这一方面的敌人，或是伤害我的这一些人，仇敌的这一方面，这一些不愿意境呢，那都是透由对于愿意境的争议呢而产生的贪心，对于不愿意境的争议呢而产生的嗔心。像如果我们的亲朋好友呢，他讲了一些就是很中肯的话的时候呢，那我也会觉得说，哦，他讲的非常非常的好，他讲的实在是太正确了，一点错误都没有。那如果呢，同样是我的仇敌呢，讲一句中肯的话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他这句话讲起来很不中听，他讲的实在是没什么道理。那就比方说，我们往往呢都是因为透由这种争议的方式呢，然后让我们的贪心呢变得更强。那同样呢，对于我的仇敌呢，他可能只是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就因为内心产生争议的缘故，所以就对他产生了更强烈的这种嗔心。所以，我们从这种认明呢，就是贪心跟了解自己心绪里面贪心跟嗔心的这种过患之后呢，那我们才有办法呢去对治我们心绪里面的贪心还有嗔心。那如果说我们对于自己心绪里面的这种贪心跟嗔心呢，它是如何升起贪心，然后呢，怎么样升起嗔心？我们如果都不去管，只是去看外面这个人，哦，这个人他是个坏人，这个人他杀了人，怎样怎样，那去了解这些，其实对于说伤害我们心绪里面的，去对于我们心绪的烦恼做对峙呢，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所以这边呢，才不断的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要去认明这边所谓的认明烦恼，或者说认明这个所迫。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说烦恼呢，还有两个功德，一个呢就是烦恼它是可以让我们认知的，就是我们如果往内去追求的时候，是知道说烦恼是如何升起的，所以认明烦恼呢，烦恼可以被认明的是它的一个功德。烦恼第二个的功德呢，就是烦恼呢它是可以被断除的，这一点呢，这个是烦恼的第二个功德。所以呢，这就跟我们之前呢在讲述到说，就是我们要痛苦呢，要观修自心绪上的痛苦，就是由观修自心绪上的痛苦呢，然后而产生悲心的道理呢是一样的。因为呢，如果说我们仅仅呢只是看着外相呢，看到说哦这个人呢就是他的手呢受伤了，或者说他的脚呢残废了，然后觉得这样很可怜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升起一个真正同理的这种悲心，只是感到一种就是一种怜悯之外，没有办法升起一种真实的悲心。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痛苦呢，能够观想在自身之上，想说如果呢我真的是一个瞎子的话呢，那我该有多痛苦，或者说我现在少一只手、少一只脚的话呢，我的生活变得都不方便的时候，就是将这种痛苦呢，在自己心绪上去观修之后，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苦的时候呢，那你在看到其他有情的痛苦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呢就能够产生悲心。所以这个呢，就讲到说，透由痛苦呢，观修自心绪的痛苦呢，产生悲心，跟我们讲说，我们要观修烦恼的时，要观修这个了解烦恼的过患的时候呢，要从自心绪的烦恼去观修，以及说这边要了解实质呢，要从自身实质去了解呢，这些道理呢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呢，就是有两个人在打架，那可能之前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就是 A 这个人呢，他出手呢就是打了 B。那我们刚好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就会觉得说 A 这个人怎么这么坏，他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呢去伤害 B？但是之前呢，我们并没有看到说 B 呢，他有没有伤害到 A，只是因为我们以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个呢，就觉得说，哦，A 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去伤害 B，去打 B？因为就只凭我们看到，但是我们不了解之前呢发生什么样的相状，所以同样的呢，如果说我们呢不观修自己心绪里面的这一种烦恼的时候，或者说不了解自己心绪上的痛苦，痛苦呢不在自己心绪上去做观修的话呢，那我们往往就只看到外面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然后就由此而生起了贪心或是嗔心，因为呢都没有从自身呢去做观察以及思维的缘故。那就如同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就是我们眼睛呢都是看得到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外面的这种景象。所以要我们如实呢去讲述到说盲人他有怎样的痛苦的时候呢，我们是说不出来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讲述到盲人的痛苦呢？就比如说，我们就故意呢，就是15-20分钟里面呢，我们就完全闭着眼睛呢，然后不要把眼睛打开，然后去做事情的时候呢，一定会发现说
非常的受不了，然后呢，就自然我们就会把眼睛给打开了。那我们在受不了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说盲人的痛苦呢，到底是具备怎么样的痛苦。所以才说苦呢，是要我们自己自心去有感受到这种痛苦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把这种痛苦呢，转而对于他人呢，升起悲心。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所讲述到的这个科判的内容呢，明了真实之障，明了真实之障呢，它是一个总说，就无论说像是中观秩序也好，或是应成派也好呢，全部都是适用的。那乃至于说呢，不要说是中观派来说，就是以下部中一切有部跟经部来说呢，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只要是佛教徒呢，就必定是佛教的中义师呢，他必定的就是程序呢是有人无我的，所以经部中跟有部呢，他们在抉择人无我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他们要先了解到说，他们所承许的这个人我人我执呢，他所持执的呢是什么？因为他们不可能去以外道的这种执持呢来作为他们自己的见解，所以外道呢，他如何承许说这个我呢是如何存在的呢？这个是一切有部跟经部呢，他们不会去认明外道所讲的这个我呢是怎样的我，而是有他们所谓的人我执呢，他去所持的这个我呢到底是什么？那下部中所支持的下部中的人我执呢所支持的我呢，就是真实独立的实体。所以呢，他们在做观修的时候呢，也一定先要去了解说什么是真实独立的实体。他不会去认明外道的所谓的我呢是怎么样子，他一定是先认明到什么是真实独立的实体。那了解到真实独立的实体之后呢，才会认知到说，那支持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我执呢，它是如何去支持的？那这个我执，它在心中自心去升起的时候呢，是怎样的升起的方式？所以呢，这个科判虽然是放在中观中这个地方呢做讲述，但其实呢，他在抉择所有一切的就是无我的道理的时候呢，无论是下部中或是上部中呢，那全部呢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之前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关于就是四种境的差别，就讲说去入境、单着境、显现境、索取境。那这些境呢，它本身呢就是具备怎样的差别？那我们就讲述到说，像是显现境还有索取境来说呢，那显现境和索取境呢，是一切的了知呢都有的，一切了知呢，它都会有显现境还有索取境。那在讲述到单着境的时候呢，那单着境呢，它就只有分别知呢才有。那至于说能全身呢，就是有一派是讲述到说呢，能全身呢，它也是能够有单着境。那程许说能全身有单着境的呢，那能全身的单着境呢，跟它的去路境呢就是同义。那不程许说能全身有单着境的话呢，那就变成说能全身它就是只有去路境而已。那直接境呢，就是我们直接呢所能够证得的境呢，就是直接境。那一般我们在讲述到说去路境还有持之境呢，那就是比如说，直平，直身是无常的这个比度呢来说的话呢，那身是无常呢，就是直身是无常比度的这个去路境，那是它的去路境呢，也是它的直实境。所以那至于说呢，就是能全身呢，它是否呢有单着境的这一点呢，就是说有的呢，最主要呢就是依靠着就是了不了义善说藏论，因为了不了义在善说藏论里面呢，就讲述到说，中华大师就讲述说，色等一切法呢都是能全身的。都是能全身的单着境，就是有如是的提到，所以他们会承许到说呢，声音呢也是有单着境的。那如果说不承许声音有单着境的话，那就是变说，就是声音呢，就是能全身呢，其实只有去路境而已，就不会有单着境。那所以呢，再讲一次，就是显现境呢和索取境呢，二者呢是同义的。那一切的了知呢，都有显现境以及索取境。那单着境呢是唯有分别知而有，就是先不探讨能全身的话呢，那单着境呢是唯有分别知才有。那去路境呢，就是能全身和分别心呢都是有去路境的。那所以同样的呢，去路境呢，就是以说，不颠倒的，就是无错乱的非分别知的话呢，它也是有去路境的。就像瓶子呢，它也是瓶子眼知的去路境。那如果说我们说像是看到
显现蓝色雪山的这个演示的话呢，它就没有去路径。那这边呢，就是有的人他是把去路径呢跟直直径呢二者呢就是范围是同义的。那同样呢，我们在讲说单浊镜呢，它是分别之才有，但是呢也是要是不颠倒的分别之呢才会有单浊镜。因为呢我们会说呢，直持兔子角的分别之呢，它是没有单浊镜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它有单浊镜的话呢，它的单浊镜呢就要安立就是兔子角，但是因为兔子角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就会说呢，直持兔子角的分别之呢，它是没有单浊镜的。同样呢，我们也会说我执呢，它是没有单浊镜的，因为呢，我执所执的这个我呢是不存在的缘故，所以我们会说我执呢，它是没有单浊镜的。那有一点呢，就是大家要避免搞错，就是我们会说兔子角呢是直持兔子角的分别之的单浊镜，但是直持兔子角的分别之呢，它是没有单浊镜的。就是我们不要因为说兔子角是直持兔子角分别之的单浊镜，仅凭这一句话呢，然后就去认为说直持兔子角的分别之呢，它是有单浊镜的。它的单浊镜什么呢？是兔子角，并不是这样去理解的。反而因为是兔子角呢是直持兔子角的分别镜的。兔子角的分别之的单浊镜的缘故呢，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去成立到说，直持兔子角的分别之呢，它是没有单浊镜的。为什么呢？因为兔子角不存在的缘故，所以它的单浊镜不存在。所以这个呢是大家要区分清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就是善显秘术的部分。那接下来就讲到说呢，此中若能善知秩序应成中观两派所明，乃能善辨所破差别，是此分二。那接下来呢，就开始进一步呢讲述说，在中观中里面呢，还有分为了秩序派和应成派这两者。那至于说秩序派所成立，他们所安立的所破呢，和应成派呢所安立的呢，就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如果说我们能够好好去辨别的话呢，那可以让我们了解呢更清楚。那在这里呢，就讲述到说呢，是此分二，所以在这边呢，就讲述到说要去了知秩序以及应成两派呢，它的了知的时候呢，那这里呢就先讲述到就是秩序派。那所以呢，是此分二就是明秩序中观派的实质。那第二个呢，就是明应成中观派的实质。所以先了解呢应成派的实质，还有中观派的实质呢，从这两个角度呢，然后去诠释。那初中呢又分三，在讲到说明秩序中观派的实质的时候呢，又分为三个科派。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明实有与实质。那第二个呢就是以幻事欲明观待世间之实望。第三个呢就是法欲合事。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我们要先了解到说，中观的实质呢，到底是怎样的时候呢？那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认明所破，就是了解到说呢，如果呢第十呢它是成立的话呢，就是要了解第十成立之量。如果第十是存在的话呢，它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那除了了解说实质它所执持的进第十之外呢，那我们要了解说实质呢它是如何呢去执持第十的？它是以怎么样的方式去执持第十的？如果呢第十存在的方式呢跟实质呢去支持它的方式呢，这两者是完全相符顺的话呢，那第十呢它就应该是成立的。所以一开始呢，为了先让我们了解这一点，所以先告诉我们呢，就是明实有，就是了解说第十成立之量，以及实质，就是实质呢它是如何用什么方式呢去支持实有的。那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述到说呢，以幻视欲明观待世间之实望。那这里呢，就讲说透由譬喻呢，然后来讲述到说，中观他们的就近见解呢，是怎样一个存在的方式。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以幻视欲呢，是以应成派呢，是以秩序派呢来作为他们的一个诠释他们的一个就近见解的一个譬喻，就是无地时的譬喻呢，是以幻视呢，然后来作为无地时的譬喻。那与应成派来说呢，他们无地时的譬喻呢，是用神上蛇呢，然后来做譬喻的。那虽然说呢，这两个譬喻呢，就是在解释空性的时候呢，虽然说两派呢也是会互相引用这些譬喻，但是呢，对于秩序派来说呢，无地时的譬喻呢，和他们最契合的喻呢，就是幻视喻。为什么是以幻视喻最契合秩序派呢？因为秩序派呢，它承许呢，就是
是由心境二者和合之后呢，然后就是在探讨就是究竟见解的时候，它是程序是心境二者和合呢才有办法，就是它程序呢就是由心智上去安利，不仅仅是心智上去安利呢，就是你境上呢也要去成立之后呢，二者和合之后呢，你才能够去做安利。所以呢，透由它这种安利的方式呢，以幻视域来说呢，是最贴切于呢它程序无地时的这个譬喻。那以应成派来说呢，神上蛇呢是最适合于应成派的譬喻。为什么呢？因为应成派呢，它程序呢就是在境上呢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地时，境上呢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自性有的缘故呢，唯心所安立。那这个喻呢，以神上蛇去做譬喻的时候呢，是完全能够贴合于应成派所承许的缘故。所以呢，以秩序派来说呢，最殊胜的喻呢就是幻视喻；那以应成派来说呢，最殊胜的喻呢就是神上喻。那最主要呢就是对说他们在于所破上面的这个见解理解的不同的缘故呢，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譬喻。那最后一个呢，就讲到说法域合适。那就前面呢已经讲到说透由幻视呢来比喻无地时。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把无地时的这个譬喻呢和无地时呢就是结合，然后来做解释，说为什么可以透由这个譬喻呢来解释无地时的内容。那第一个呢，就讲述到说呢，就是明实有呢与实质。那这边呢，既然是要讲述实有的时候呢，那有人呢就会问说，那如果你要讲述实有的话呢，那关于秩序派呢，你们在成立呢，就是第十成立之量的时候呢，你所依据的论点呢，到底是什么呢？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呢，秩序派之论点与所破多未明说，就是在秩序派的论点里面呢，大部分呢对于所破呢，就是没有，并不像是应成或者说其他并不像应成派呢，还有很清楚的去讲述到说，地时或者说自性它成立之量呢是怎样的一种成立的方式，它存在的话呢是该怎么存在。但是以秩序派论点来说呢，它对于所破，那这边的所破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无地时的所破，也就是实有。对于无地时的这个所破呢，实有呢，并没有呢仔细的去做说明。那虽然说呢，在秩序派的论点里面呢，它并没有特别的讲述到说，就是第十成立之量呢是如何，但是呢，唯有就是中观明论。那中观明论呢是莲花戒论师所造的，在中观明论里面呢，它就是有阐述到呢，什么叫做世俗有。虽然说它并没有仔细讲到，它并没有仔细的诠释到说呢，地时呢，就是所破地时呢，它到底是怎样一个存在？但是呢，在中观明论呢，它在解释地时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既然了解到地时有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解到说，它有讲述到世俗有。那有讲到世俗有时候呢，就可以知道和世俗有呢正相违的东西呢，就是地时呢，它到底呢是一种怎样的存在的方式？就比如说呢，我们一般呢在讲述到说什么是无常的时候呢，会讲到说无常呢是刹那坏灭呢，这个叫做无常。那如果说一个人呢，一开始他并不知道呢什么叫做无常是刹那的坏灭，但是有一个人呢跟他说呢，什么是常法？常法呢就是非刹那坏灭的这个呢叫做常法。那他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他自然就可以了解到说，哦，不是刹那坏灭的这个叫做常法的话呢，那是刹那坏灭的这个呢就叫做无常。所以透由一个东西呢，你了解它的正相违的时候呢，那它的相违品呢，你就可以了解说到它是什么。所以在中观明论的时候呢，有解释到说什么是世俗有，因为它有解释世俗有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既然讲述到世俗有呢，就表示说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世俗有它的相违和它相违的这个有呢，和它相违品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和世俗有相违的呢，就可以知道知其何为圣意有，或是真实有。就是你了解到世俗有是什么之后呢，你就可以了解到世俗有的相反，就是圣意有或是真实有，也就是所破呢，它是怎么样的存在？所破圣意有跟真实有呢，它是如何存在的？那在中观明论呢，它是如何的去做解释的呢？在中观光明论里面呢，它是如何做解释呢？就是如同中观光明论里面所说的呢，如比论于无真实性是争议为上形象之乱绝，名为世俗。那这边呢就讲述到了说呢，什么叫做世俗呢？
世俗是怎样的一个呢？就是讲到说一切的事物呢，它虽然说无有真实性，它无有真实，那相反于此呢，我把这些没有真实体性的这些东西呢，我把它争议，然后直持呢，它是有地实的这一点呢，那直持这个具有地实的错谬的这一种心呢，就称之为是世俗。这种心呢，称之为是世俗。那在这边要注意的呢，就是无真实性是呢，这边讲的无真实性呢，这边讲的真实或者说无性呢，我们不能用无自性呢去理解。这边讲的无性呢，要讲说无地实性呢去理解。那为什么呢？因为秩序派呢，它跟应成派不同的地方呢，它是承许说一切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所以在心经里面呢，讲到说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皆自性空的时候呢，以秩序派来说，他很难就是直接去解释这句话，他没有办法直接去解释到说色声香味触等五蕴呢都是自性皆空，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承许说一切法呢都是自性存在的，所以他在解释心经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把它解释为说色受想行识五蕴呢皆地实性空，或者说呢皆圣意性空，他要这样子去解释，因为他没有办法承许说一切法呢都是自性不成立的，因为他还是承许一切法呢皆是自性成立，所以呢将一切法呢，一切法它虽然呢都是无地实的，它都是无圣意的，但是呢，你把一切法呢都执持为是地实存在跟圣意存在的这个错谬的心呢，就称之为是世俗。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什么叫做世俗呢？世俗就是将一切法呢，它地实不存在，地实或者说圣意不存在呢，然后把一切法呢，就是争议为，就是执持为它是地实存在，它是圣意存在的这种错谬的心呢，称为是世俗。那这个世俗呢，它能怎样呢？名为世俗，此能障真，或有此能必真实故。那这样子的这个了知呢？世俗有的这个世俗，所以讲说世俗有的世俗的意思呢，就是他把一切法呢，就是地实不存在呢，然后执持为地实存在的这个了知呢，是世俗有的世俗的意思。那这种了知它能怎样呢？它是一个能障，为什么呢？它能够障碍呢，就是真实，就是障碍空性，或者说它也能够避，它也能此能障真，或有此能避真实故。它有此能去障碍真实，就是空性，或是它有能此呢，然后去让我们遮蔽我们呢，去了解空性的缘故。那接下来呢，就中观光明论里面呢，他就引经说呢，就是如经云：法身为世俗，圣意无自性，于无性错乱，说明真世俗。那这一句经典里面的意思呢，就是法身为世俗，就是说一切法呢，它都是为世俗有的，是一切法呢，它是世俗有的。为什么说一切法是世俗有的呢？因为一切法呢，它都是名言安立的，就是因生果，因生果这种是存在，业果这种是存在的，所以呢，法身为世俗，就是一切法呢，它是世俗有的，一切法是世俗有的呢。虽然说它是世俗有的，但是呢，圣意无自性，但是呢，它并不是圣意，它并不是这种圣意存在的有的方式，它有的方式呢，并不是圣意存在的这种方式。那于无性错乱。但是呢，把一切法呢，就是无真实性。这边讲的无性呢，不能理解为无自性，要理解说无地实性。那把一切法呢，从无地实呢看成一切法无地实性呢，看成有地实的这种错乱呢，那这种错乱的了知是什么呢？这种错乱的了知呢，就是这里所谓的世俗。所以于无性错乱，说明真世俗。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因为等一下好像还有其他的出家人要来这边上课，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